让阿炳哥嘅初恋又上冠哦。重点，最后一个灯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来，请各位打开。好，等一下，那个卢嫂有没有在我们电视机前？请展台。这个像哥哥一样。在山上多吸收那个芬多精啊。那你等下去旁边多喝一点。一般人用吸的，一种淋然后淋的那种公共机哦。哦，你要起款，你要起款。一般我是地啦，我是贵州的。不要害我。种姜很了不起耶，因为它要很久才能收成。它的翻桌率比较慢一点。对，而且要拔草，拔草是我最讨厌的。终于了解他为什么会不小心哭出来了。他想着等一下要回去拔草。在汉章哥跟玲玲姐要跟演绎，我真的很少常都有在补习班恋爱的。对呀。他说你有靠动吗？就是因为蒙眼镜啊，就是用白米饭来去给它做发酵。很好吃哎，那我就嫁去原住民部落了。好，终于被他的米粉汤骗了。你还是有一些手段的嘛。他就吃了那一碗米粉汤之后都他煮了。哎呀，对，心机蛮重的，就正好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民族。係中白跳。今日過來都沒有你亞到 VL， 你會發現到沒有你有18鄉鎮哦，各個鄉鎮都係料理牛肉。大白來到廟裏學姐老師傅講過事情吼，專門感覺呢。你千萬不要有這種感覺哎。哦。哎呀，苗栗怎麼可以是你的妹感？因為廟裏嘅細妹吼油醬啊油嘅主區，和主區個骨氣，所以還不錯啊。做妹感迄個做西郎嘅班做妹感。係啦，今日第一片係挑福咩幸福啦。好啦，馬上嚟選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先生，提前呢來分享到嘅係阿準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阿炳哥你好，大哥咧係林選志林師傅。朋友大家好，阿俊你好。馬上來分享到鳳翠嘅參賽者，呢鳳翠呢係兩公婆橋下來參加哦。分享到嘅係副分總太個老鼠玲玲太子。亂咁分呀！大家好。好，你下看下攬出嚟一片吼，係來自台灣嘅叔侄黨哦，林天亮了劉爽空，歡迎。哦，今日有做下動貼片哦。你兩隻阿叔啊？哎。看不出來，繞成的哈，很像兄弟耶。而且這是我們4年以來哦，體育擺入年署名嘅組合。哦，佢哋係來自台灣鄉。哇，台灣鄉係最後生原住民朋友做嘅料理嘅。好，唔過你馬上先來看到你鳳翠一特味嘅。睇個睇次而家就喺到銅鑼來係嘛？對，銅鑼。推薦有乜嘅到銅鑼好教好食好料嘅嘛？銅鑼哈，有1月1突嘅行幾節。哦，當獎歡迎大家來。材料，嗰個有活動，我有拍一個紅球嘅活動對，嗰個當月都11月，就有辦活動1個月的期間。哦，11月嘅時間，我睇佢啊呢。好啊，嗰數幾特別嘅發喺講睇佢嘅時間當獎呢，做得起幾特別嘅翕嘅完美照啊呢。要加要攀到到發通，幾條來啦，因為啊全台灣各地啊嗬，得上一款都要發起。係啊，苗栗來講嘅花槍要也加講對紅橋以外，還有炮仗花，還有其實呢，那都係收工嘅時間，咩會有油菜花，油菜花。收成的時候才會看得到啦。你家下講那個行局哦，必須凍醬，因為台體係白色，你看它又上去又有風色啊、水風色，凍成跟綠色嘅感覺。但是我們要來介紹一下台灣兩片，哇，厲害了，厲害了，又有一家古道，還有，對，我們那個古道是在部落底度，有個步道是大概600年前的，有600年前的歷史嘞。所以希望說，如果喜歡登山的遊客呢，歡迎來行了。哇，演出你有冇講下講到按流量哦？因為我們係漢人啊，高雄民農的漢人。哦，原客一家親。因為我們那個村是唯一一個原住民部落，其他都是客家人，故說有交流這樣子。哇，唐吉阿勇講起來，你阿是不是聽說會動神奇哦？料理一定會動好聲。好，馬上就有進行體育館嘅料理挑戰。料理風流蛋，梁翠會用現代嘅方式接近主要食材，撒點衛生紙聽愛做嘅料理。第二之前，唔啲會去到某個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會因為條件中撒變到手腳來唔參謀。
含有两水母手度嘅食材，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道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，臨時是開始了。要到係料理風流第一關咯，今日挑戰嘅菜色係乜嘅呢？今日做嘅橙汁蓋皮。哎呦，橙汁結皮哦。今日倆套菜吼，撈阿邊個嘅初戀又相關哦。初戀，初戀啊！初戀冇糖醋。First love。嘿，到底係橙汁也係蓋皮撈嘅又相關，可能未撈地北讀嘅東西又相關啊。先看一下代表會排出馬沙來，來。猜拳贏得做得先來，先一個蛋看哪地度係馬菜色哈。好，剪刀石頭布。啊，咱就先來先。好，這個哈。三到3張打開來哦。不要緊張，看到初戀不要出。哦，1、2、3。哎呦，蓋皮不是舊到嘞。好，看三哥。電視雞腿嗎？不可能吧。斌哥的初戀就交給你了。好了，我先馬該食嘞。好，1、2、3。哦呦，這什麼？慢波魚皮，很好吃哎，這個很好吃的。最後一個燈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來，請各位打開。好，等一下有沒有什麼要先跟老婆說的？先讓我們把慢波魚拿走。等一下，那個盧嫂有沒有在我們電視機前？請轉台。哦，打開來了，1、2、3。哇！三副掛。三副掛。你的初戀這麼苦哦？可以自己解釋一下嗎？是，有點脆過呢，你只故事講起來。等一下，等到阿邊個做師姐長得慢慢撈才甲講。天哪，這一集真的就是變成你的初戀是主題了。好啦，都帶給你要用誒，包括慢波魚皮、老啲三副掛用嚟做，老橙汁做變化呢，今行踢館嘅挑戰。時間馬上就到位哦，做乜嘅呢？因為你風水出到嘅係慢波魚皮，到底有咩料理呢？風水嘅參賽者，你哋有信心冇？有，係，哇，信心滿滿哦，加油加油！好，來談看一下藍出的一片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好，加油哦！兩隊隊嘅準備好勢，包括你老娘嘅初戀咯。馬上來進行踢館挑戰，都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我哋開始了哦。剛才講到人家處理的時間用的，我先問你啊，延遲了3秒。你初戀幾歲？貴重是就初戀的哦。貴重啊，幾下下嘞？又聯絡啦，動手。你現在還聯絡？聯絡。都轉頭啦。盧嫂啊，盧嫂。今日咩係去轉台咧？驚動。哎，發現你今天都適合走那種戀愛專訪的節目呢，很會問到底。哦啊，姐姐，你要用做慢波魚皮啊？用剪誒。之前有處理過冇？冇誒。碰到熱會拔開落吧？因為我就是擺去火鍋店嘛，就點這種慢波魚皮，結果煮到嘴尾冚到咧。哎呀，真的，我還以為他騙我。這樣膠質誒。哎呀。所以佢做唔得煮剪條叫。剪那插草就做的嘞，從那個發臉動作了解他他有叫變茶翻車魚哦。那這樣子呀，給料理應該要搶幾多天數給最不做啊？而且甚至真的很會做。你剛剛給他一個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。條女係夾到條幅，係咩客家？愛係客家線條。哇！你老愛咩形容？他感染在這裡，大家了解一下吧。你跟老從愛切好些嘅啦，而咩老佢比了懂好些。你喺做哪方面呢？條路咧？小農夫。我聽講人種嘅個 tomato 哈凍肉麵。對，還有杏鮑菇。哦。你看我們大姐很偉大，她本來做精品，然後回來幫忙，你看。係啊。那我跟你說，我們先過去了，你們也要注意哦。我覺得它是不是越煮越小了？對啊。對。等一下會看得到嗎？等一下會看得到嗎？應該還是可以看得到了，還是可以看得到。它會不會像美人魚的眼淚一樣，就不見了？哦，等一下狗走上來哈。好。哎呦！哇！提醒來動起台兩片的料理哦。我們這邊今天會結合煙醋名嘅煙薯嗎？我要吃馬告。今天這個沒有，下一道菜才會。真的有馬告嗎？
没有马告，但是我们有刺葱传统的腌肉这样子。哇，哦，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你们这个梳子你用3年茶几都谁啊？我你是谁？你是谁哦？可是叔叔看起来也哎呀动很很有上哎年轻哎，有保养啊。看起来像哥哥一样。哎，我们都在山上都吸收那个芬多精啊。哦，哦，不受当位空气的暗香赏。那你等下去旁边多喝一点，一般人用吸的，一种淋然后淋着。天龙哥，你们是泰雅族的，系吗？嘿。鸡腿的原住民语你有讲啊？每那外弄，再次。每那外弄，每那外露。外弄是鸡，对，每是腿，腿，鸡的腿分开来。每那外露。有部位，每那外弄，每那外露，母一母，它是2个音，母那外弄。我们先学下子好不好？曼波语快不见了，不好意思。要你看呀。曼波语还在吗？好，大家都看。怎么了？主持天数哎，主持天数来是不是？好，政治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政治来，邻居帮邻居阿姨。故乡啊！哦，你啊，等下不易烧呀。我们先确定，先确定，好，确定。你啊，就做的就透明，就是熟的。哦，等下我帮你炒两个，哦，就这样收汁就是好嘞。好，好了，继续开始。哦，油，哎。拿油的时间要扣掉吧 ？OK， 不用。哦，两个洋葱哈，不易用下来。哦，先帮你炒。等下呢，两个已经熟嘞，两个透明已经熟嘞。哦，帮你炒一下。哦，等下哎勾芡，然后一点水帮你勾芡。哎，注意哦，这么得跳浓。那片佛有现灌贴吗？你唔是按就做得嘞。怎么可能？现在就倒数了。我本期就该顺妹哈，顺妹两妹哈，咱本期出来，好，帮你炒一下。啊，雷蒙全部加落去哦，唔会太断哦。一丝丝嘞，一丝丝嘞。曼波语渐渐的在消失当中。你按用新的就是炒断哦，9、8，有那么快？我们再炒了洋葱。4、3、2、1，我不算，我坚持不算。有一个小考验哦，因为一痛水加落去之后，它更容易化掉，所以时间要抓好哦。你就不能喝汤吗？有很胶质的汤。对啊。用吗？哈，冻姜很了不起耶，因为它要很久才能收成。它的翻桌率比较慢一点。对，而且要拔草，拔草是我最讨厌。你终于了解他为什么会不小心哭出来了。他想着等一下要回去拔草。在汉当哥跟玲玲姐要跟演技，我真的很少糖豆在补习班恋爱的。对呀。科乐，你有靠豆吗？就是因为蒙引进的啊。好处是唔会加勾芡吧，因为一本身是会有胶质扭扭的吧。不上去就一丝丝的，不过要一点点薄芡啊，酱汁会包覆在比较有味道。好，这个时间会款好了哟。好，我们这里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够厉害，加油啊哈！莫加酱豆给哦，来！哇，看起来好棒哦！哎，还有的酒味哦，是不是有点酒味？是小米酒吗？米酒腌这个鸡腿，不能加米，是小米酒吧？小米酒没有，现在很少人会做了。啊，几乎小米酒都是老人。你为什么哭了？老人家的，是不是加了洋葱？怎么哭了？还有洋葱，待会要。你看他真的哭，你给镜头看一下。哭了嘞。你想到什么？舅舅没有给你红包。叔叔哦，叔叔啊，没有给你红包是不是？想到妈妈的味道了。哎，妈妈很喜欢做。这故事讲出来要有一个头跟尾哦，要把故事讲完哦。开玩笑的而已。开从前我们是剪钩哦。不用了啦。那炒狗口内好用哦。我想说直接下来。确定？你确定？等下我先问，你平常是有煮菜吗？有啊。好，他也是很厉害的小农。真的？你种吗？改用嘛？用吗？哈，冻姜很了不起耶，因为它要很久才能收成，就比较难，它的翻桌率比较慢一点。对，而且要拔草，拔草是我最讨厌的哦，因为那没有办法用那种拍豆皮。因为我们那场用吗？糖果跟剩女小番茄，因为冻就苗。对，小番茄工比较多啦，那每天都要到田里。当一个没有说像生姜一样可能拔完草一次就可能再过几个礼拜再拔，每天都要去。
你感觉没有很喜欢去田里耶？那个有的没有办法，因为它有果实，它没有办法用它做大就全部打。全部大餐。你终于了解他为什么会不小心哭出来了。他想到等一下要回去拔草，他煮完菜回去要拔草。去想一下，俩罐就出事天上来60秒哦，会用吗？是啊，我后尾妹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后尾妹。对。不要哭出来哦。OK。那确定不用吗？不用啦，你不要怕啦，你就是抽到3苦瓜，在旁边一直跟我碎碎念说不要走在那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去倒数喽。好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紫色款的体育馆底度也个橙汁野比哦，都带那组较沾到哦。有那个溜丁水了做料理呢，其实蛮简单，因为大家一定很好奇说，到底怎么样让这个橙汁啊可以完全吸附在主食材当中？这可能就是最大的考验咯。再接下来紫色款的风吹的料理，慢波鱼皮我超爱哦。要吃的什么？应该最好那种胶原蛋白来源，好好吃哎，好像果冻哦。入口即化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因为它跟慢波鱼皮呢，基本上吃起来就像果冻，再加上柳橙汁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古叶吃起来就很像是甜点一样，东后生。我觉得一次就吃完，很好吃。一次就吃完了。东后生，食材是石富吉的。哇！它这个生肉可以一下就入口即化，再搭上这个橙汁，非常棒，非常香，很爽口。对，因为我不常吃这个，所以口感第一次吃很像吃那个蒟蒻的感觉，超。对，然后它那个橙汁有扒在那个鱼上面，我觉得口味蛮好的。所以刚才民主又讲吼，冻成个优格，韩国跟慢波鱼皮吼，冻成个地北都的蒟蒻。其实不会违和，酸甜慢用冻好选。不过你要具体学出来，钙比都在处理冻用饭的，大家都习惯。我觉得钙比蛮挑战，因为它很厚。哎呀，要熟透。有没有熟就是一大重点了。有哦。比如说，香港冻叶梅都按时间地北多吼，地北很做咧学得多，加橙汁的梅是冻好选。刚刚是咧吃到公鸭隔壁真有熟透啦，不过呢酸甜蜜透，我觉得我们红队味道比较好，也是很不错的啦，因为它有熟啊，一般怕不够熟啊。甜有啲甜味，食起来呢，安尼鱼渣食起来更加好食。但像用煎来讲吼，跟什么煎都已经冻好看，韩国有到个叉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棒。不错呢，酸甜的，好在有放糖。都带师傅应用版上咧，给你看哦。现在请准备师傅抢分数。蓝水得到1分。等下看一下RG师傅抢分数。风水得到1分。准备师傅抢公平。好，一片吼，你就来做咧橙汁的部分了，因为你一片的出到咧，按部已经去好摸做按容里处理，但是最主要记住个胶质，这种袂做个种。遐好口水的讲出来通吼，应该夹到无嗰啲味道，就是好甜一啲啲，会很好好样面。你一边吼，其实那个梅头啊，甜嘟好，但是可能个肉的部分，佢好冇法度研梅，所以建议所以佢切那些花刀。都一下其實後尾做梗係降到低緯度，因為梗係係到磨背啲，梗係要冇法度研梅，因為時間好短啦，所以做咧都要去畫一下後尾研梅樣面。幫RG師傅來講評。兩組嘅豬肉都凍好食，那啱啱本風推兩片呢，迄幾個味道處理都凍好，還有半波魚 QQ 嘅口感，那跟着整個醬汁讓食起來呢凍滑順凍好食。藍推兩片呢處理都嘛凍好，梅頭嘛凍香，唔過我就小小嘅建議係。做啲種炸嘅風身，講佢炸過呢，然後呢個橙汁，就是將呢做個墨西哥嘅料理，同樣淋上去，然後或者是用炸過嘅雞腿會較好食咯，咁樣。好，兩組哥哥都可以得到1分，唔過剩下來這一部分，民主還沒懂起開，都帶3副瓜，然後一個溜丁水哦，然後夾嘅初戀有乜相關呢？馬上就搞完你嘅盧師傅咯。上嘅呀嘅溜丁水，然後3副瓜嘅合起來都但會用版呢。一片之後，我們再來切入
爱情的主题。你起台嘅部分啊，哦，要因是生了切洋葱的哦，因为加了洋葱，哇，你会哭得比我们上康来惨吗？我快是嘞吗？可是。那讲故事的部分呢？冇啊，我要做出来，应该讲故事啊。哦，係啊。因为剧组单位吼，当咱讲特别的只组合，咱讲处理有使用惯，到底有买使用惯啊？係啊。各种实际发生嘛事情啊。我发生嘛事情啊。我想用一口嘞，那个玲玲姐来分享你的初恋吧，在汉章哥面前。这就是我的初恋啦。Jinky， 哇，好浪漫哦。是吗？汉章哥，你眉头有皱一下吗？补习班的同学。补习班同学。摸专心读书。汉章哥去台北补习。这坐我们隔壁邻居座位。好浪漫。是不是有偷传纸条？在汉章哥跟玲玲姐要跟演技，我真的很少常都在补习班恋爱的。嘿啊，他说你有靠动吗？冇，就是因为冇引进啊哈。好啦，先看一下今日俩头菜，因为皮料差不多皮到一半嘞。嘿，这个山苦瓜豆带应用办处理嘞。我还蛮爱上嘞。哦，蛮上多。是不是不敢用苦瓜？系啊，蛮上多。我其实唔敢食苦瓜呢。系啊。尤其係糖講散苦瓜係最。我跟你說，吃了會得金鐘獎。真的嗎？5顆全吃。真吃，而且還是5等獎。但是播出的時候結果已經出來了，大家知道嗎？可以為了你提早播出啊。忙煙啦，好冇？這個山苦瓜，我從一半苦瓜用。第一度就跟拍攝嘅那個囊會用鐵。哦，會用會用苦。我山苦瓜主要按細粒吧？嗰係野生嘅，還有嘅紅色，還有嘅黃色嘅。菜色咧？因為熟鐵就會黃色，會轉黃。嚇，唔會按苦，唔會就軟鐵就爛鐵嘅。哦。我先有兩個強色嘅。哦。為什麼會把它拿來入菜？既然佢凍腐誒，哈。一腐就一有營養啊！哦，所以等下處理嘅梅頭就凍蟲肉，因為流定水落嘅散腐啊，梅頭會要夾嗎？未做得啦，所以要來切的時間，你要到總共會切，不然會很苦哎。冇會凍。讓伯倩吃吃看啊！確定嗎？可以直接吃嗎？做得啦，做得啦，肯定做得。玲玲姐，這個可以直接吃嗎？可以直接吃哦，那請你。因為一般它都是直接，不要，現在很多都是把它曬乾，哦，降糖分，泡茶了，曬乾泡茶，哦，要懂功夫去哦。哦，應該試看，一般唔會是地啦，我會是貴州嘅。你不要害我，應該試看啊。像這個部分冇按服，籽汁是不是昨天拿來泡茶啊？你會切片，然後幫你篩過，含那個籽。用它篩，那就直接煮茶就做得。田永哥，請教一下，那個原住民的料理法，原住民料理的話，一般來講，山苦瓜你都會做嘛？該怎麼樣做料理呢？哦，煮湯。煮湯。滷嘛該叫它煮。排骨。排骨。它會直接炒嗎？比方說像是沖繩 Okinawa 那個山苦瓜炒蛋啊，對嘛？然後甚至我記得沖繩它就用山苦瓜。就做個飯團。對，是做飯團，那會做飯團哦。就切一下，然後涼拌啊，還能炒過。其實涼拌好吃。東河先係是兩隻嘅。哇！魔法圖就會想到苦瓜呢，因為人家講苦瓜煮一摸安撫的係白玉苦瓜，但那個我都沒辦法接受。可是苦瓜就是要吃苦啊。這個苦瓜並沒有講它料理方式，你為什麼不做涼拌？涼拌咪做得，但是你要橙子部分哦，要炒過啊，要稍微去順天的梅頭後解後袂燒出來啦。用煎的可能會比較時間，可能最少會煎一啲。哦，看幾位時間。因為佢款要全皮油鑊嘅哈，所以等一下我用泡的。用泡的。所以今日散苦瓜係按用嘅處理方式，代表講一般的那種白玉啊、台渣啊、千府走這種按用嘅方式來做的，做的。可是像你就不會啊，因為你不吃苦瓜。我根本不買苦瓜。梗要結束啦，因為咧做戒指啦，因為他幫你做金鐘。你讓人 Q 分哦。得獎戒指。我願意。哦，哇，你係太真的呢。這個油溫要多少？差不多160度，200度然後好高溫都要幫你泡。好啦，你啱梅嚟啦哦。好冇幫你咩個咧冇。啊，我石磨站咪唔會變體去。
啊，錯錯，cái槍色可能會變腐。會變色。要破過之後，可能下容易會定型啊。會定型，按梅頭咪唔會按腐。怎麼沒有鹽酥雞店賣炸山苦瓜哦？係，因為沒生意吧。就攞開始做呢個醬料部，一開始應該會先炒湯。哦，冇加油。要睇下一啲啲要。你要油會溜電哦，要破過散苦瓜的油哦，就會變苦茶油，知道嗎？在取笑我。苦瓜跟苦茶不一樣吧？它有專門這樣用法嗎？對，所以它可以直接吃。對，就是用白米飯來去給它做發酵。很好吃哎，那我就嫁去原住民部落了。好，不是被他的米粉湯騙了，他以為是米粉湯。你還是有一些手段的嘛。對，他就吃了那一碗米粉湯之後都他煮了。哎呀，對，心機蠻重的，就對了。好。如果這樣子的話，其實是不是也有點像是鹹筍條？係，鹹筍條樣樣，你鹹筍條係用黃梨，有成了黃梨的梅頭當醬樣樣。炒湯嘅用意係到哪啊？香氣啊，那個甜梅先，所以有一個焦糖。就是因為沒有炒湯才被扣分的啊。哦，但是，嗰下咱厝未冇炒過嘅蔥頭哈，蔥頭未真炒過。做嘛嘅有切一些片那樣。因為你煮落去變得好食對樣，因為你今年的豬骨凍食咧，所以其他的配角都冇在同台。有一種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配角的概念啊。溫總哥，娘夫卡做不管料理溫用的做咧。料理哦，交給老婆做。我負責種。哦。要的食材我很多都自己種。好，苦瓜變落來。確定這樣會入味嗎？所以而家一點點時間。啊，等下咪勾芡。啲苦瓜煮過之後，基本有人睇嗎？冇人睇，蒜係到呢度落嚟，好酸甜。所以款師傅係一千啊用表，湯啊、撈檸檬啊係分開落嚟，我夾向下。好，全部有啲勾芡。勾芡都一些就好。係。做嘛嘅你一套菜就聽為芡醬，因為咧醬按冇按容易會做到啲味道，而且一啲時間。所以我哋芡醬會好夾。好嚟。哦，啊加檸檬哦。係。我一批啊用煮過之後唔會變腐哦。所以我冇煮啊，下去攪嘅時候咧。哦。因為啲食材係咧苦瓜，所以我哋梅頭會做到好甜一啲啲樣嘅。哦，蔥法嚟啊，家先接怎麼表？係蔥法，俾上去之後咧。來，就本太假看一下咯。橙汁山苦瓜，哎呦，就好食咯。這個橙汁散苦瓜哦，應該會凍降米吧？因為一般來講，散苦瓜凍糊加油炒湯，應該會是很好吃。太恰了，品嘗看下哦，苦不苦啊？哈，問張伯謙最知道。哦，你頭媽頭凍甜呢？還有你蔥法就香哦。散苦瓜跟橙汁很搭哎，跟調味米都按用凍後色的。這個只有吃到一點點的苦，可是甜東西帶一點點苦，覺得。層次很分明，對，因為它會轉感哈，有點乾乾的，對不對？對。溫總哥，你知道嘞？哦，要往後生要甜甜，不會呢，這道後面有一些腐的味道，酸甜苦辣。對哦，那就是真的是愛情了哈。厲害，給老散苦瓜全部炒到變甜蜜耶。其實山苦它吃進去是苦的，可是它跟那個它那個醬汁，我覺得超級 match。而且它到後面會甘嘛，會回甘，轉甘啊，很棒，很好吃誒。所以可以學炒湯嘅步驟凍蟲油，伊有一絲絲嘅苦，啊，不過伊有個酸甜嘅梅頭幫佢做一個結合，啊，清香吸到個梅嘅個感覺哎。哦，都好食，酸甜。嘿，故說呢，散苦瓜樓頂有個柳丁汁哦，橙汁係凍蘸的喂，你自家做來吃做看哪，不過係講個養父嘅話，地度嘅濃記得要拿鐵咯。剛下喺體育館，唔過馬上就會進行水杯米館嘅挑戰。
做下高价料。强用日出料理，大家都会注目强用嘅料理方式，两处爱伫寒天嘅时间度，发挥自家嘅好手艺，完成具天嘅菜色。到底两处会调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日价自主等于强下高价料咯。哎，兄弟，睇下可能你节目按多年，听没了解俺老八强哦，都在好什么东西？伯倩先猜猜看我的。根本唔是团，你就系全民煮酒啊！又煮酒就先给分。懂得懂孙哈，没错。韩国今年的主题唔系煮酒，闹煮又相关。没错没错，因为今本日呢，里面系特别设计，刚刚有讲到呢，有客家人，有甲客家人然后演出名腔下来结合。哦，今本日就拿出一个客家人然后演出名都当好食嘅咸猪肉。哇！所以唔但讲是句客家人就咸猪肉，演出名美剧诶。对，你今本日用的系用山猪肉的吗？哦，你看清楚，跟一台湾皮猴的哦。天哪，那个是刨冰吧？不是，那个加草莓酱。我们先问问看我们红队的哦。请问一下，用风吹带来亚出菜名，很多嘛该嘞？姑姑的咸猪肉。哦，姑姑的咸猪肉。呀，有嘛个故事冇嘞？那个咸猪肉本来就很爱吃，然后我婆婆做的非常好，他们又很怀念。那是我们家里的二姑啊，他们就在后里是开菇场的，所以他会常常会带菇回来给我们吃啊。菇说给面的菇系七家亲戚嘞，刚好问到姑姑的咸猪肉，哦，就刚好又有谐音梗这样子，哦，好哦，刚有拿出。啊，姑姑中的姑姑诶，过后一听有信心了哈。风吹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来，动起台来咯！基本嘅吼，你咸猪肉咩客家人口味吼，我们先讲一下，今日要准备嘅菜名按到埋泰雅腌肉。哦，看起来就很想吃哎。而且这个泰雅他们的腌肉还特别哦，又掉又粉系小米的，又掉系脆米哎，真的。那我们今天用的系乜嘅？白饭。那今天的这个就给后辈故事都让他分享吗？因为也系原住民的腌肉，我们有泰雅族话叫做达玛米啊。达玛米啊？对，就是米啊，然后加盐。加肉这样结合之后，然后一层一层，然后不用都底过来，这样你就会。所以个猪肉无论是自己猎来的，也是说卖转来的，它那种一定要生的上来长。二上一天二上上来猪肉。哇，动起台，因为今日准备这台馆哦，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是泰雅腌肉，水母一起灌的哦，有信心吗？有。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开始倒算，3、2、1，抢开始！我在快洗嘞。也个迄贵阳的地嘟嘟迄腌肉啊，对啊，太酷了吧！你韩讲哦，今日冇溶到寸下来咯，起个粉，它其实可以生吃，刚才就问过，非常好吃。因为俺有啥朋友哈，乌来那边也是泰雅的，直接吃，他们是前几天刚杀完的，直接腌呢。那你等下就要表演喽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这里。就电都会剪哈。这个就是婆婆做的吗？我自己做的。哦，可以闻看看吗？可以闻看看。好香哦！哦，它的香料很多呢。对啊，有只有五香粉而已，对不对？花椒，有青花椒、红花椒，还有黑胡椒。两透水刚好就讲到係阿姑種嘅菇兒哈，3種都是嗎？都會給你加一些。跳拜忙剛過來沒有你的時間，你會做嗎？以前會做嗎？不會。所以這是老干娘嗎？全部都是來苗栗以後才。每次都剛開始都是吃，然後後來就我應該要學嘞，我是客家心 Q 嘞，什麼都不會，好像說不太過去，因為我婆婆啊。那个大姑啊，他们都很厉害，懂会煮，要干煎哈，对，不易出水係嗎？因為你係阿姑種嘅菇兒嘛，所以看起來應不卡動接雙會是菇兒。它有多糖體呀，對身體都好哈。跟哪個滷嘅鹹豬肉啊，滷幾久誒？前一天就可以了。滷一你就做得了哦。咁樣會就入味嗎？你等一下吃吃看就知道了。好，等下我吃看呐。應該不能生吃啦。準備好啤酒啊，哈。好，我們等下都轉來哈。好。你說準備好喜酒？啤酒。哇，來，你下隻太乾，我想吃。
这你这吃夹生吗？这可以生吃的，这个可以真的可以。里面是腌米耶，炒可以饭的哈。他讲的打开来，打开来。白饭嘛哈。这个你一定要鼻子先过来。好，真的非常香。等一下还没是塑胶袋啦。哇！哦，有哈。这家酒粕的鼻通。用哎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还碾出米贴油的一种做法吗？哎呀，可是米煮没共用哦。梅煮梅不一样。对，泰雅专门这样用法吗？对。所以它可以直接吃。走的。但是你不要碰到水哦。我们先把它盖起来吧，不要接触空气会坏掉。这有切过的会吗？哦，那边切。真的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直接走的。它的口感可能一般平地人会觉得口感是很奇特的。它有真的，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又有好多，做的比较好吃。哎，对。你有吃啊？有。慢慢嚼。第一口会有点感觉怪怪。没有。是把那酸那呢？这是生的吗？生的。不可能，它是熟的啦。是因为当中用腌到熟这样。对，然后发酵。我们就是用白米饭来去给它做发酵。很好吃哎。真给浓厚舌，真的很像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就嫁去原住民部落了。好。像你家的山中用舌苔，你就买个，看你要腌这种生姜，或是那个路桥，你知吗？爱的。对，没做得不用，浓厚舌。所以它这个米就算肉血苔去，还有给它做的肉。可能我盐嘛，就全部都做的。哦。羊马没做的，路桥没做的。那你们还要做料理吗？不用了吧？要，还是要。一人分一点吧。对啊，那直接上桌了吧？你要吃吃看吗？你有学过吗？没呢，很好吃，真的。然后这真的好吃。那是素的，因为它在山上长大，山上长大的很。吃草的。对，吃草的。口感香的。我也要吃看，好久没吃了。你感觉吃了个风味有点像你有做妈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可是它有酸味。但是这个好像没有很久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很久。因为俺有学过那种炒枸杞黏呢，有个油梅就跟动冲哦，真的很好吃哎。那这个是你说半个多月，还有半个多月，那还要煎吗？对，不是够煎的吧？还是要煎又特别口感不一样哦。刚才不咸呢，有大家吗？有，因为我是特别为了这节目做哎，所以我不敢不用喊，让一条色的一张年前贴片做哎，太用心了吧？这句话要对他们两个讲来，预备起。是为了你们这个节目做哎，对。哭一下，真的哦。所以贴片莫做暗憨，臭哦。一般佢都做的可能还會較慳啦，對，因為而家下直接後雪落嘅，是隻冇藝術上當中嗰個酵母也痛，所以一般來說，差不多整六幾九張會凍好水好雪，差不多一張年。哦，那我吃這個超過1年。對，如果天氣熱的話就更快哦，發酵更快。對，臭。但我想你知道裡面的飯是不用落去嗎？變炒鹹豬肉飯。對，因為放飯的話炒會炒會大。好，我們等下夠都準了，然後。好。玲玲姐，他们那边的超特别的，真的哦。我们这边也很特别。这个大家可以加多一点给我吗？师傅，应该他们係講摸路凍球，一蛇木因為眼好看，肉漂亮啊！3個孫子，3枚孫呢？哇，是他們都會煮米粉湯嗎？不會。對啊。所以你們家男生的標配就是要會煮米粉湯，真的哦。但我學到了，米粉湯。坦白說是用狂。汉章哥，你很會選呢。哎呀，那時候就知道要獻養旁邊這個同學。他講來羨慕你哦。我是被他的米粉湯騙了，他煮了一次米粉湯，他去補習班帶米粉湯哦。沒有，那時候就好，我煮米粉湯給你吃。他煮給你吃？對，我想說真的假的？他不是上來台北補習而已嗎？對啊，他住宿舍也可以煮東西啊。哇，你還是有一些手段的嘛。他就吃了那一碗米粉湯之後都他煮了。哎呀，對，心機蠻重的就對了哈。後來接下來30年都是換玲玲。對啊，去甩頭了。但我學到了，米粉湯，坦白說是用款。你不會煮的啦。我直接買。你相信你自己吧。大姐，這樣會太大火嗎？不會，那個油要出來，一些擦擦，對不對？你做阿婆嘛？做阿婆哎，對，這麼年輕，3個孫子
三妹孙呢，3个都男生，都男生。哇，是他们都会煮米粉汤吗？不会。对啊，所以你们家男生的标配就是要会煮米粉汤，真的哈。好了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一下给我姿势空呢。他们都会后悔哦，你个意辣的哦。好香哦，因为又有辣椒籽哦。这个很亮，刚才不是说整罐都要吃掉吗？可以啊。怎么感觉这只有拿出上面而已？但是我想问的是，像你哋嘅鹹豬牛哦，一般都講會煮埋料理下夠啊。就大槍蛇甜點，然後蹦椒，這是我們的貴賓下酒菜。真的哦，切的蹦椒。有一次我去烏來朋友家，一整天貴挑，他們那種沒有切呢，貴挑拿出來說你就直接吃。對，你說拿着整條吃。整個莫講小，一大片直接這樣，就當點心這樣子。對，就大槍蛇，然後蹦椒完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立前的兜酸了哈。好，現場馬上開始兜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來試試看呐。最杯米管用啊，你客家嘅鹹豬肉邊菜料理，乃煮較佔得哦。講到鹹豬肉呢，一定係太家都好誒，而且呢，鹹豬肉哦可以成為一個是揚名世界的客家美食了。睇下嚟試試看哪裡風趣嘅料理。哇，但這樣看個什麼是種好選？姑姑嘅鹹豬肉。哦，冇怪我用眼都嘅香料嚟滷嘅哦，真經中香。這份香以外呢，皮炒嘅嗰個老丁香菇哦，有一些甜味，它根本按食。然後這個鹹豬肉真的太好吃，冇得蹦飯，至少要給我1碗飯吧。你冇一碗要蹦來1杯酒吧。這個沒有在其他調味，對不對？沒有。哇，這個味道就是乾用傳下來的米湯嗎？還是你有再把它調整？沒有，這樣很懷念，真的。媽媽的味道都有出來，真的非常好吃。而且呢，北上地都隨時都要備着這鹹豬肉，你就不怕家裡面沒有做鹹菜。其實有鹹豬肉炒埋都凍好選，尤其你一下蹦個漢堡骨哈，水分的肉辣，我覺得其實這樣組合，哎呦不差哦。特別有客家人的風味，那真的是煮到非常的到位。啊，天亮阿公，你本身會做個客家人的鹹豬肉嗎？有試過，但沒有這個這麼好吃。濃厚身，因為一鹹豬肉有時怕你糟，可是配上那個它那個菇，它那個水分馬上就在嘴巴裡面，剛好會綜合掉了。那吃肉以後，但是有上康動腎氣誒，伊下該下還有講失敗誒，就你怎麼會有南勢縣腔啊？因為我們迄南部客人閩南誒，不是我講好，上次會講到個南部誒。哦，唔怕凍好它，有那種碰到御寒節的感覺。好，一下就完全一下大家最期待的泰雅鹹豬肉，跟大家介紹一下，剛好要給它鹹豬肉，也係用飯都可以滷誒。哦，它是整瓶裡面放飯進去滷的。是，特別。哎，這個用蛋醬蓉皮是不是凍薄嘞？它的風味非常特別，因為它是帶着酸味的。你滷膏有蒜味啊，蒜梅安樣吼，本身有這度非常好選。炒過之後，佢冇其他的調味，就單當炒過，還有放個蔥條，也把那個洋蔥甜味加落去，非常合。這應該是一般觀眾朋友懂熟悉到的，因為佢係演出名特別的方式用來煮。美姑說它其實不是一般大家知道鹹豬肉。也黑滷味豬肉，它是帶着酸味的，真的很特別，很特別，一般都是比較沒有吃到這樣子。從這個煮就迄姜麻、辣椒的酸條就按嚟煮，那第一塊皮啊、洋蔥啊、豬肉嘅味道都很分明，這樣啊，吃到很好吃。因為蔥條炒過之後，基本甜甜的，當然鹹豬肉哦，會就一種酸酸的，酸甜去凍感。算我們的貴賓菜了，它一般的是不會隨便拿出來給大家分享哦。是要有到節慶、豐年祭，到有這個要結婚的時候，他才有分享給大家。他這是下酒菜啊。你們是住哪一個部落？拍的哪一個部落？那個有一個豆腐街，清安豆腐街那泰安溫泉那。哦，泰安溫泉那邊。對。哦，所以每放假所有觀眾朋友看到兩片哦，可以去他們在地吃在地最正宗的煙楚面木魚到底是否有們拼負呢？也給了看哦。今早的時間馬上就到嘍，先來搶盧師傅搶本本書。好，風水本，
等下看一下阿菊师傅抢不服输，蓝水一份抢球。阿朱米是不抢公平。其实凉片哦，前因村的有七架做的咧缝隙啦，因为缝隙咧有咧拉土的部分哦，眉头位有层次，因为咧片后面个从头有试过，咧阿咪提白是到咧，眉头咪冻好，冻用阿你像客家的咧红枣的咧种的风味很用，你咪冻好些啦，凉片你很有七架用心你做的东西。啊，凉片冻后学猫不给你分数，他应该是很难抉择啦，对不对？我们不邀他去太阳温泉。他选啤酒，他选啤酒。哦，阿菊师傅的公平。哦，凉片做冻后先，我上到就是皮肤用较好啦。哦，那俩我要选个蓝腿的那片呢，我迄就适度个发酵个眉头，啊，洗起来呢要较清爽，啊，有个爆香料嘛冻后先，凤腿那片呢，而个香味种出来，我喜欢个有花椒个麻个。香味还有含冻好些。好，两组呢角色咯，因为係完全冇叫蜂蜜，根本你係講兩個都係客家含豬肉嘅吧，可能又更難評一點點。今天嘟嘟後呢有要演出名蜂蜜嘅含豬肉，對滷嘅鹽嘅豬肉哦，當好食。觀眾朋友，實際就得去到現場試試看啦，唔過三下來馬上就來頒獎咯。耶！兩組無強嘅結合哦，都做得到好成績，兩都係得到2分，鼓手都係大頭名，恭喜！恭喜！再來恭喜鳳翠得到1500元嘅加菜金，恭喜恭喜！謝謝。好，咪係恭喜藍水得到1500塊嘅加菜金，恭喜！幾萬人來參加？我先問一個，剛才沒有問到問題，係萬人來報名嘅呀？來報名哎。報名哎。你上回來有個回憶在這裡，對不對？對對對。好，我們先請玲玲姐跟大家講一下，禮拜幾來參加過，還有心得是如何，老太家分享一下。我看到競爭哦。冇啊，你冇都競爭啊，唔係冇競爭。我真的覺得很感謝這個節目，真的坦白講，學習到有學到。一出到那個翻車椅哦，一擺糖是都安的料理哈，而且很特別，一看到吹蛋的時間當競走，哎呀個豬，比我太擔心了。好高嗎？好高，好高，懂好高。用公婆現在再重溫一次談戀愛的感覺。對呀。而且呢，曬恩愛曬到節目裡面來。哦，下一次過來參加比賽哦。好。參加比賽，輸咗就聽我煮埋個米粉湯啦。對，你們下一次應該煮戀愛料理。係啊。對。來。藍水的一片吼，其實咪係呢節目4年之內哦，提這擺是到按正宗菜田演出名料理，真的要感謝你哋哦。係咪喺提擺來啊六樣故說來當競做安尼，啊唔過做在宣傳我們原住民的特色料理，來知道每一號嘅安尼，分享大家能多來苗栗玩，謝謝。哇，到底係馬莎報名嘅？你報名誒？你有拉阿叔講嗎？有哈，今天早上沒有。天龍阿哥昨天讓大家分享你參加的感想嗎？這個回去我會好好的再學習一下。哦，那山豬肉改天我再打了哈，有的時候我再跟你們說了。今天啊，藍隊還有加油隊耶，你看天龍哥亞布妞跟他的女兒，女兒是不是還沒滿月哦？妹幾多歲？啊10個月。10個月都來現場加油哎，部落的公主了。好，正經當回去，做啲有請到兩組，唔困難哦。做料理最重要一件事情嘛，帶出背後嘅故事，不管是愛情的故事、親情的故事，或者是家裡面傳承下來的故事，料理係會講法嘅哦。係啊，無論吼，你係客家人也係演出名，都歡迎大家共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一家之主等等你共下來呀，到邊來挑戰，分享養父卡嘅好米西來啲大屌絲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